的时有真个大人会带囡仔去公园较快的所在是海边去放风吹，今摆来关心风吹问题。这个风吹线如果险险啊去伤到人，来看高雄一个工小姐骑车经过基丁风车公园的时，和这个风吹线去甜到目睭，伊就赶紧冻店看一个针，发现佫有一条风吹线交伫树仔顶垂落来到机车道，这看起来有够危险。加在当时的车速并无紧。 无受伤，是讲伊烦恼讲，万一伊若载囡仔，或者个线搞到，后果恐惊都会不堪设想。骑士咧等待红灯的时阵，目睭所好奇怪物件甜掉咧。大家若看伊头壳一直咧滑，车顶了后边仔的车拢继续驶，伊煞落车将机车牵对路的边啊。因为甲伊高高甜的，就是这条风吹线。快要到风车公园的时候，就稍微减速，回头再看那些小朋友在玩的状况。后来我们就是回头要骑走的时候，就发现说我的眼睛有一条。 异物直接整条线就这样横在我的两个眼睛上面。白色的风吹线交伫树尾顶，原本是垂落来垂伫机车道，一卖线尾去互绑伫咧电火条顶悬。当事人是因为骑车骑较慢才无着伤，若是佮骑较紧咧，这后果就真歹讲。我前面还有载一个小朋友，那如果今天设想，如果今天这条线它是。 在我小孩的脸上，然后我怎么可能会及时发现，马上停车？咱来到基丁风车公园的附近。这挂拢对岸本啊着。清洁人员甲长期的风吹线扣起来，这条线远远啊看袂明显，严格去互这条线低调的经验，伊煞断过几6摆。我直接去好几啊届。哪扣偌济啊？有当时扣这超一个啊。较危险啦。事发了后，相关的单位也说明早就已经落风吹禁令。旗津区的部分，因为它临近海边。 所以它有很多地方，几乎所有地方我们都是会禁止去做风筝的放飞。那它如果是没不听，开跑的金额差不多1500到9000元。过去伫其他县市都有起诉来受害，去互风吹线甜掉咧受伤，甚至是刹车。线断去无马上来处理，就会变成是伤害人的凶器。嘛提醒民众放风吹时阵，爱经伫个适合的所在，避免有人因为安尼发生危险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